嗱，各位姊妹，原來心臟病唔係男人嘅專利問，甚至對女性仲更加陰險。CTV News 最近呢篇報道真係敲響咗警鐘。講起心臟病，你係咪諗起好似拍戲咁？有個大男人突然按住心口，面青口純白咁倒地，錯晒啦！專家警告，心臟病其實係全球女性嘅頭號殺手，但偏偏好多女性中招嗰陣，症狀根本唔似荷里活式咁誇張。好多時女性會覺得好似好攰咁，係咪唔夠瞓？個胃唔係幾舒服，係咪食滯咗？條頸同個膊頭好酸，係咪做家務勞損？就係因為呢啲症狀太過日常，好多姊妹都會諗住抖下就冇事，甚至連醫生有時都會誤診，覺得你只係壓力大或者焦慮，結果就係錯過咗救命嘅黃金時間。講返點解女人咁蝕底？女人嘅心臟同血管通常比男人細，甚至連血管入面啲垃圾斑塊堆積嘅方式都唔同，檢查嗰陣未必咁易發覺。受到荷爾蒙嘅影響，尤其係更年期之後，保護心臟嘅雌激素水平下降，風險即刻飆升。專家話，好多女人平時又要顧屋企，又要返工，習慣咗死頂，覺得自己唔舒服係小事，結果大事就咁發生咗。雖然報道係講緊加拿大，但對我哋中國人嚟講，更加有幾個特定嘅福。我哋平時食得好野味，老火湯、點心、老抽、醬料呢啲，其實全部都係鈉同油嘅重災區。華人高血壓比例唔低，但好多人覺得我食緊藥就得啦。其實血壓控制唔好，心臟血管好易出事。另外，我哋嘅唔好意思文化都好類似。中國女性好多時好內斂，身體唔舒服，唔想麻煩到仔女或者另一半，心諗忍下啦，唔好搞咁多嘢。記住，呢種體諒喺心臟病面前係致命傷。雖然依家好咗好多，但仲有唔少長輩覺得冇病冇痛去醫院做咩？其實心臟病係有跡可尋，定期驗血脂、量血壓係基本動作，唔好等心痛先識驚。睇完呢篇報道，我覺得有幾點係我哋女性一定要錫自己嘅，要做自己嘅健康代言人，唔好人哋話你係咪太緊張呀，你就縮。如果你覺得身體真係唔對路，一定要堅持叫醫生做詳細檢查，例如驗 troponin 心肌蛋白、做心電圖。重新定義心臟病症狀，唔好再以為一定要心口痛先叫心臟病，氣喘、異常疲倦、冷汗，甚至係下巴痛都要提高警覺。更年期係分水嶺，40到60歲係關鍵期。如果你正處於呢個階段，就要更加留意自己嘅膽固醇同血壓變化，唔好以為呢啲係老人家先要理嘅嘢。總結一句，姊妹們，愛屋企人之前，先要愛惜自己個心。你有健康，個家先至係圓滿。多謝收睇，請訂閱、點讚、留言支持。我哋係非常一般707，下次見。